来，咱做来祈祷，好无？吼。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伫即个清早早起，阮组织伫即个所在，阮做伙要学习白话字，通过白话字学习，互阮会当将你所互阮伫即个所在的用的母语台湾话，会讲起真好势。主，阮知语言是一个民族、一个族群的真重要的内涵，甲意识会建立的重要的元素。主，恳求你通过安尼，互阮能领主台湾人的自信，互阮会当真勇敢，也真有自信、真有自尊来徛起伫即个所在。主，阮要将台湾看作是阮的母亲，阮的国家，也要用母语来当作阮所咧沟通的话。通过安尼，互阮会当去彼此沟通，互阮会当伫即个意识中面顶悬会当来建立。伫即个母语复振的时，主，阮恳求你，互阮有心来做伙拍拼，伫即个母语复振的工作的顶悬。阮要开始大声。也少年要到阮中间的兄弟，恳求你保守因平安到阮的中间。阮来恳求，奉靠主耶稣名来求，阿门。咱安尼随讲着吼，拄咧讲母语咱咧讲台湾话台湾话咱真侪人拢会晓讲。台湾话是啥物人咧讲的话？台湾人，所以咱在座是拢是倒位人？拢是台湾人，因为咱徛起的所在，咱的国家就是台湾。所以我伫即久的，伫安尼真长的时间伫上课的时，有时阵特别是伫学校，伫学校的时，10几年前我伫学校咧上课时，我第一句拢甲伊问讲，请问你是倒位人？足侪囡仔讲。倒位人，你是有，因拢会回答讲是倒位人。老师，我是倒位人，中国人。我讲毋是，我讲毋是，你毋是中国人，我嘛毋是中国人哦，我是台湾人，你嘛是台湾人，所以咱是拢总是台湾人，咱当然伫台湾内底有徛起真侪无共款的族群，包括原住民。讲华语的这族群，总是呢，咱即摆咧讲的，这是台湾话。有人对台湾话这个词，有人对这台湾话这个词有意义的无？无吼，总是有。咱这就是咱的意识较正确的吼。有真侪人对，像咱讲台湾话是你即摆咧讲这个话，你这话是闽南语啊？我讲。毋是闽南语，咱的台湾话当然有部分是对迄个中国闽南迄边过来，总是绝对毋是闽南语。你即摆若去用咱即摆咧讲话去遐讲，敢若会通，但是袂好势，对毋对？台湾话是已经经过荷兰、西班牙，有无？真侪即个咱台湾，因为咱即个地理的关系，有真侪人拢真爱咱即个所在，所以咱来了的时，将伊的话拢带入咱台湾，包括咱台湾的啥，上早迄阵咧带遐住民，我昨伫学校上课时，遐个原住民老师讲，我讲。阮即摆伫咧讲台湾话伊讲老师，伊讲迄个陈老师，阮原住民都是做台湾话啦。我讲你到遮来，你嘛莫甲你莫阁来乱啊，好无我讲你莫阁乱。我讲我即摆咧讲是即个台湾话，即个名，即个词用是用对。其实咱台湾话是从古早来一直用这单词，包括连前因阿公有无？迄阵就拢开始，包括甲国民党政府来是长啦是长迄个是长，我拢就袂记这姓啥个迄个因
迄阵来嘛是写台湾话会话。即个台湾话，即3字台湾话，就是咧讲我即摆咧讲即个话，包括日本人，伊嘛是写讲台湾话，讲台湾语。伊即个台湾语绝对毋是咧讲客话，也毋是咧讲迄个原住民话。所以咱一定，咱毋是要安尼讲，咱独占即个台湾话即个名，毋是安尼吼。台湾话是融合。真侪，你看咱台湾有真侪融合真嘛含迄个啥迄个啥，迄个荷兰话、原住民话，啥拢总连做伙形成起来另外一种的语言。所以台湾话是安尼吼，所以界定吼，咱这。所以咱一直有真侪朋友就讲，你拢敢若讲，恁即摆即个母语迄个起头吼，一直起来。大家就一直想讲，阮的客语是咱毋是台湾话，吼，阮原住民毋是台湾话。我讲，遐是台湾的语言，所以咱爱知影就是讲迄个咱伫学习即个物件时吼，咱就爱知影讲迄个啥，还是台湾语吼，对不对？台湾的语言，这两个一定要分得清楚，吼。台湾的语言就包括台湾话，就是我即摆咧讲这个台语，吼，迄个啥，客语、原住民语，搁较啥，甲迄个中国，咱即摆咱定咧讲迄个华语。这个做台湾的语言，这是台湾语言哈。这伫阮学习这个语言教学内底，阮都是安尼界定。即摆迄个语言界定就是拢安尼，所以你拢唔好用火气吼，对不对吼？台湾话就是我即摆在讲，咱即摆在讲的台语。所以台语就是台湾话。嘛毋是河洛话，吼，河洛话嘛毋是吼，河洛话是一种早是迄个广东迄边因对迄个啥，因迄个对台湾人的迄种对迄种讲即个话吼，迄个福建迄个河洛，因讲河洛话吼，迄拢毋是理想，所以迄即摆伫啥伫台语界，还是伫即个语言界内底吼，拢总是。无咧用诶，吼，所以咧，咱毋好家己讲，我是河洛人啦，吼，你拢讲河洛话啦，吼，对不对？我毋是，吼，河洛，你知迄个洛，吼，是对一个族群诶迄个歧视，吼，什物洛，吼，对不对？所以总是咱台湾，你知咱诶因为咱政治诶关系，对到咱诶语言包括咱诶文化诶推上拢受足大诶迫害。所以真害吼，所以就真无理想吼，就真无理想。所以台湾话总侪拢无字，有啥拢无字。其实伫迄个16世纪的时阵，对西班牙、对尾迄个荷兰安尼来时，通过迄个通商有开始将迄个啥，因遮宣教书通过宣教的目的，将啥？带入将迄个啥，咱的语言建立，咱的语言伫迄个时阵，咱开始有台湾的语言，咱开始有迄个书面化。台湾的语言，甲迄个时阵都有书面化，无咱拢是讲的，吼，有无吼？书面语。到这个书面语吼，才开始有这个有这物件，开始有书写当然这个书写拄开始的时有通过学校嘛开始伫学校有教这物件来书写，所咧教的就是啥？就是罗马字。这罗马字既然拢是通过迄个教会这个基督教这个系统吼，天主教这个系统带入，所以因就拢总。讲这拢该称作是教会罗马字，这个教会罗马字挂这个教会
虽然教会罗马字含这个教会宣教师对咱台湾的进步发展，不管是文化各种方面、医学，啥拢有相当大的迄个啥的帮助，总是。咱伫即个语言活动，咱台湾人，你就知影，咱台湾人什么人，什么啥也无做，高人上做。咱台湾上侪高人，吼就接这边就一个，迄边就一个，就开始吼就开始迄个接一个山，遐一个山山头就足多，就因为迄字爱安怎用，迄个是安怎用，所以即个教会罗马是一直伫即个国民党伫。长期咧执政的时，拢无法度人正式伫咱的教育体制内底来推广。一旦推广的时间像我细汉迄阵，也是我较细汉的时，遐阿公阿嬷因迄阵毋捌字，咧读册时，为着要读圣经，开始读安尼尔，拢是伫局限伫即个教会系统内底。其实伫迄个时阵都有写足侪物件，台湾的文学创作啦，啥会做。我安尼像即摆伫研究内底看是足侪，咱拢会读袂完。咱若要读这物件，爱读足侪年的不过咱的即个课的主要的部分，就是教咱入门，教咱迄个罗马字是安怎来开始，安怎来认识。恁遮大家咱在座大家在遮拢是拢有读过册，也有属应该是真紧。非常紧，特别是即摆教法，拢有真新的迄个教学法的研究通过教学通教的研究通过迄个迄个实验伫迄个教学顶面，老实讲拢真好。咱顶期有真好的，咱顶期咱顶一期有真好的表现。咱顶期学生去参加迄个台语文台语检定咱有20个报名20个报名，有18个通过，18个通过教师的能迄个啥检定的条件通过伊有合格有2个差一输2个拄来无，所以我望咱这个课，双林教会吴宝庄讲义所开这个课，上大的啥迄个。意念就是讲，望通过台语文通过白话字学习咱做一个平台，把这个推送出去，互较侪人，也互教会双林教会以外的别个教会，甚至是社会人士，拢做伙来参与，来投入这个啥台语文的学习，当然以后就变做一个创作的什么会安尼通过安尼，咱会当伫咱学习了，咱会当伫咱家己的教会就开始来开有人开始来做伙来开这个课互较侪人会当去做咱伫遮即摆有几百个人来上课咱若安尼其中若有10个伫外口开佫有30个几个安尼开的是，咱会真做即个物件会真好，这是。另外一个，我本身做这个工课，我真爱，就是望就是这个目的。因为我本身其实我本身一直咧做老师我是数学老师我是数学老师。总是呢，我已经真久无教数学即摆咧教数是拢看安尼，甲因看安尼尔，无正经讲安尼徛台安尼教数学即摆就若迄个甲学生安尼指导安尼 OK， 安尼我感觉教数学的老师应该真侪人爱教嘛真有较济教台语都无拄教台语都无，咱真侪人拢敢若会晓讲，我都会晓讲台语。真侪人咱真拢会想着拢讲若讲咱来迄双林教咧开迄个白话字班咱学台语伊就讲都学台语拢会晓我拢会晓讲其实咱毋是会晓讲都袂晓写袂晓写就是啥？你敢无听过、看过外国人英语讲噜叫？但我迄阵伫迄个美国迄个远东贵族的 Overseas Cruises 迄个上班的时拢外国人，面对拢是外国人，拢是外国的宣教师。总是呢，内底一个我拄去的时我一个大学迄个拄去的时迄
迄讲英语输迄个啥，输迄伫阮迄个看棚内底伫摒扫的，我送咧。伊讲的愈叫我听讲甲遮紧吼，我都我讲无妹，你迄个安怎？伊袂晓写，伊嘛毋捌字。总是人英语讲啊足好啦，迄就是像咱即阵有真侪台湾人吼，所以就是讲敢若会晓讲，袂晓写，甚至看台语文的时毋捌字，吼，这就是咱真的现况。所以你人一直想讲啊，台湾话有啥物好学？当然有通学的咯，那无通学，吼，一定有的咯，一定真侪物件爱通学。我从细汉学罗马字，学到我尾来时，伫偶然中间看到讲，迄个教育部咧考要遴选这老师的时，我讲我倒来甲报看卖咧，去报名的时是上尾工咧，去报名就随考，迄一礼拜就考试。我迄考试是考到真功夫呢，考3摆，第一摆就笔试，互你写教案，写啥物啊？教案对阮老师来讲是无问题。当时要写我台语是要写啥？我当然以我所会晓的。加在咱是伫教会内底大汉，伫教会内底有看真济迄个汉字的迄个台语汉字版即物件，即类的物件，虽然是啥用，对，拢是啦，虽然拢是用总是迄字，有诶虽然抑佫伫尾来时，迄个教育部大概甲整合了有制定规范，但是毋是讲教育部这种一定对，这拢是一个。咱华语咧讲，迄个权宜之计，因为太侪人，迄个一直讲伊爱用字用，包括即阵，即摆教育部已经有公布700字的大家拢爱看即种四角字即种字啦，大家拢爱看即个字，都爱这都是感觉到做字罗马字的即个拼音文字，拢无甲看做字，对毋对？所以。这字即摆已经讲过700字这伫即个课程、即个课程中间，有缘会介绍互咱来去介绍安尼迄个，所以罗马字通过罗马字是，即个宣教书入来甲即个啥教用白话字教咱的信徒，咱的老一辈信徒会当读圣经，因会当读圣经，通过圣经会当知影上帝要甲伊讲啥物话，毋免得个像爱个通过一个中间个一个人对毋对？来做解说当然，这个解说，这个解经，这拢总是真重要。但是较重要，就是一定爱会晓讲，会晓看。咱这个能力伫阮的阿嬷迄阵拢有，足济拢有拢有这个能力会晓看。虽然伊袂晓这个字，总是呢，伊拢会晓看甚至会晓写批。伫做兵的时收到这个批迄个以前的迄个真严嘛，收到这个批时遐个啥，迄个副队长就讲这是啥物人？这是看个那阵英语个毋是个读无。伊讲，这着阮阿嬷写的阮阿嬷写伊讲，哎哟，恁阿嬷是外国人恁阿嬷对一国人，伊讲阮阿嬷是台湾人对，这就是读互伊听所以这物件就是讲，其实是一个真好，就通过咱的口语，就将咱所要表达的意思甲写出来，就甲写出来总是咱的我算做伫咱遮较侪岁一岁咱我即摆看咧比我较侪岁，计是无几个大家拢少年的，恁受的迫害，恁拢无感觉，恁可能较无受了，所以感觉较迫害，因为恁就是自然伫迄个情形内底拢总就是安尼过那阮是受到相当的迫害。我伫学的时是袂使凊彩讲的当然我是住伫南部的庄脚，较袂要紧虽然阮的老师嘛无啥晓讲华语嘛是讲提提塔塔所以阮来讲，因抑个无地教讲会甲阮啥物处罚大处罚安尼，总是遐形式拢有，比如讲挂牌罚徛啦、罚钱啥，迄拢总有迄拢看，总是因为你的关系，地教咱台湾人，伫阮即站，佮刷落去一直来会遮迄个国语政策的问题所以当将台湾话上严重就是丑化台湾话，丑化讲台湾话的台湾人
拢总感觉讲台湾话的人是无水准，还是安怎？是无读册吼啊！所以我大概若去上课时，我拢上到尾的时，我就问我的学生讲：你安尼看，你听老师安尼上课，你看老师有安尼足爽的无？有安尼老师讲话，伊讲袂啊，老师我讲知吼，你都知影，你就知影吼。台湾各种话讲，你拢毋捌听到迄个外国话吼，足粗鲁的话拢，吼，所以咱拢爱知影吼，咱迄个啥咱的执政者。就将咱的台湾的丑化，通过媒体、通过电视、通过报纸掌握这个媒体，所以甲咱台湾的话拢丑化。较悲惨的就是咱台湾人，我头拄伫计程车顶，佮下面计程车司机讲，伊讲你是牧师啊？我毋是，我是长老，我是老师吼。伊讲伊就听我伫车顶咧含咱的班长讲电话吼。我甲台湾话，伊讲台湾话哦，真好。这个就是伊拢感觉啥？拢感觉讲台湾的拢是真安尼，真无水准啦。你若想讲咱细汉时所看到的台湾台语节目，咱若看到迄个华语节目，迄个啥，迄个明星拢真水。真领导，无就是秦祥林啦吼，无就是迄个啥，迄个秦汉秦祥林对不对？男主角就是迄啦，若无咧，迄个啥，迄种女主角就是林青霞啦，有无吼？就是拢这水的，人因华语就是安尼包装。咱台语的片吼，咱敢无真正有足水的查某囡仔是足缘投的漂泊的少年家，无吗？当然有，总是遐拢袂，咱迄阵咧出名的明星吼。咱台湾的明星，无就是大块的啦，无就是矮的啦，无就是吼，你看咱印象最深刻的，无就是王哥嘛，对不对？无啦，上有名的王哥6个游台湾啦，有无吼？无就是迄个大柯玲玲啦，有无？我印象最深大柯玲玲吼，爱着穿裙穿短短鞋穿个圆圆，脚踮翘翘，就一只那像鸡母的安尼有无吼？就是拢这啦，无就是鞋仔，就去看大柯玲玲吼，你甲鞋仔修理有无？实在看到实在，甲咱的节目拢做干呢，互咱感觉讲，做台湾人足歹势，足歹势。我嘛一阵吼，我特别阮对台北来读伫屏东。伫个庄卡的所在咧，台北读册，阮拢足歹势，你知毋知？虽然我徛出来吼，比阮迄班伫阮迄班内底算缘投的啦，吼，对不对？是啊，总是安怎？拢感觉足歹势，拢感觉足歹势，一直感觉讲，若开喙的时，人就感觉即个会讲来，吼，拢总是一阵因就知影，即台北即同学就知影啦吼。阮顶过年的第一礼拜的中间有找一些到大学的同学会去做伙，大家去做伙食一个讲啉一个酒食一个饭咧，大家拢伫咧互相相吐啦。我讲你这伊就讲伊头毛足少的，安怎会即摆变即个型的，拢一直在等迄个少年的，阮迄阵少年咧唱歌来创啥笑，大家一个拢足缘投的，一个。我讲莫去看啦，差足济啊啦，即摆因去外厝面一个去甲翕甲讲，去甲迄张去甲迄少年的摆做讲安莫安尼有无？我讲吼，就大家都在笑吐，拢总毋敢开喙哦，拢会感觉讲，咱台湾人，咱南部来吼，因为咱南部来，迄毋是较慢读册哦。我甲你讲，伫阮迄个时代要考大学吼，若考到大学就算足够的安尼，对不对？何况佫是伫南部，咱拢真正伫南部来读大学无介济啦，对不对？其实安尼下面读，其实敢会讲会读书咱袂，咱的人讲台湾的人的囡仔吼，袂较戆啦，绝对袂较戆吼，所以拢食嘛拢食，到尾的时都拢诚好吼，拢食。所以我一直咧讲，这个丑化，互咱台湾，甲即阵也是安尼哦。你即摆伫外口坐车，你拢也是伫路面，你有时阵拢会真有意无意中间就听到这个阿嬷讲甲迄阿孙咧讲拢用迄真无势的华语吼，甲伊讲原来出宝宝哈不要跑哈，出宝宝不要跑哈。
对不对？拢直接安尼讲，啊，互咱会听到安尼解施策。我若有机会，若拄着即种，我即摆脾气较好啊啦。以前较少年，我拢会随甲讲吼，伫咧车顶若听到迄咧讲话吼，咱讲啊真严肃的，我拢甲讲，你着用台湾来甲伊讲就好啊，你甲你孙讲啊，你甲讲安尼吼。去到学校的时候，迄学校的老师大家讲巧咧，吼，有无？大家巧伊迄个华语发音嘛，对不对？所以毋好，迄个是无理想的，对不对？这个物件所以咱一定爱，我今仔第一节通过安尼来小可讲一下，咱后摆陆续会一直讲，咱一定爱建立咱台湾人的自尊，咱无要去轻视别来的语言族群，咱嘛无要轻视笑因的话安怎样。所以我伫上课，还是我伫学校，我都说你直接的有的人有一寡人的话讲开是咱甲听位别位去笑啊，我讲毋通笑毋通笑毋通甲人笑迄有人讲话，因的发音就是安尼对，是咱无了解所以咱毋茫徛伫即个语言，咱家己一定爱自主咱家己爱有迄个自信即个立场来推广、来复制咱的台湾话。因为咱台湾话若拢一直讲，咱就形成伫即个伫即个社区、伫即个社会、伫咱的职场伫咱的国家内底，愈侪人安讲时，即个意识就会建立起来，对，被建立。那无的时咧。我跟你讲，你若用华语去思想，我若大概若拄着日本人时，我若拄着开始咧，我就咧想讲，我即摆要下面讲啥？我就拢用日语的思考，用日语的思考去下面讲。我有一段时间，迄个日本的迄个住在咱日本有设置的办事处嘛，有。推荐学生来台湾的时，拍电话给我，我甲伊教台语。迄个囡仔真趣味哦，大学2年学生，来的时，我伫遮教伊差不多3个月，了我甲伊送去台南的成大，交互佮交互台南西人院的迄个吴老师因伫遐当规日，因要来，我伫台北要有足侪时间爱上课，爱学校上课，所以我讲好，等伊初步者我拢甲伊小可甲伊教过即摆去遐互伊伫迄个在地有迄个环境，参与来。伫台北是偌趣味呢，伫遐上课上好，我有当会做伙出去，我会带伊出去行行呢即摆带一个日本囡仔，安那咧行是，就拄着我熟悉的朋友，是咱教会的朋友，拄着就讲，单长啦，这个是着随看了，这是外国人啦，一直随用华语讲，他是日本人什么什么，你知影我迄个日本学生偌趣味，你知影？伊随甲我讲，东定定，我是安怎是安怎？伊讲老师你听看觅一个外国囡仔讲，老师。即个是住伫台湾的中国人我迄个教会朋友听一个讲，当安尼教恁孙一个啦。我毋是啦，伊就去讲。老师，伊是住伫台湾的迄个中国，伊这就是意思来讲，伊的思想拢还是中国思想，伊拢用华语讲，所以我甲你讲。老师，我毋是不要讲华语啦，华语是足简单学的啦。迄时阵咱伫南部对不对？华语袂，咱即摆即辈的少年囡仔你若开嘴讲华语时，含咱的外省囡仔其实嘛无啥物差啦。阮即辈当年迄个因为迄个教学的经营甲迄个环境，总是我做的工作是拢种教学。以前咧教学时，伫学校时拢尽量用华语嘛即摆。到尾我家己伫做补习的教育时，我都拢尽量用台语，毋管你教数教啥，我拢尽量用台语即摆当然得教台语，都完全差不多有90%以上拢用台湾话，包括拄我入来幼稚园的囡仔我即满教幼稚园囡仔教少年大学所以对迄个3岁外教8-90岁安尼拢教用台湾话讲这是真的，一定爱。我
真迫切恳求大家咱做为着推सक्即个咱家己话吼甲咱的话，咱毋免莫讲啊伤大的抱负啦，咱着将咱的话会当真好势，含咱的时代，含咱的阿公阿嬷会当去沟通。所以我逐学期的学期要结束的迄个啥，迄个校纸还是校官的迄个作业，互学生无啦，无啥物，普通时也免等，也免写字啦。你的作业，即礼拜的作业就是爱含阿公阿嬷，逐日爱含阿公阿嬷敲一个电话讲台湾话，用台湾话去沟通。所以我真学校教学生拢逐个拢互因伫真生活顶面来学习，对，所以毋茫咱大家毋通讲甲华语讲袂记一字啦，华语绝对袂记一字。有太侪环境的迄个你看咱坐车时，拢总是对无？当然即摆有几来种语啦但是我有缘感觉，像我去坐迄个首都的车，伊就敢若讲华语讲华语，搁迄个华语遐个司机搁即摆搁安尼，毋知安怎样，他会真安尼真即阵仔安尼随。拢学甲拢讲迄个啥中国腔的呢？我听了是安尼起鸡母皮呢。我一直要落车要甲我一直要讲你是，我若含你讲，你是咧讲啥啦？讲甲迄种学迄个中国腔，你真拢甲注意听，你拢毋知，拢想讲这拢是生活安尼，就一直过，一直飘，一直过。你看咱台湾人真正有，所以我来讲到遮时，我来讲若是真正安尼就是4号啦，对不对？就3号加1号拄4号，对不对？就咱免去讲，免去讲人啥物货啦，对。咱家己就真正家己无出，学迄个中国腔，结果我伫一路人若拄着迄个中国人是几个听了因咧讲即种话啦。因讲的迄个，嘛是拢讲因的故乡、因家乡的话，对不对？你嘛是听无？所以咱台湾的即个国民党政府为着要掌握，要来掌控咱的台湾人的民族这个思想，用这个所推的这个国语政策是非常进步，是世界有名的哦。像咱台湾这人拢是做实验品，当做是安那，真做是一个啥？真做是一个迄个杀害迄个咱的母语。一个享受的方向哦，这是真正，所以咱拢毋知影，所以咱拢无做咱毋茫通过咱大家安尼讲述互恁稍微了解。咱我安尼讲，毋是讲你拢毋茫去讲华语，就是讲对当开始，请咱注意对当开始，咱拢尽量开嘴，开始用台湾话来讲，对咱的边仔人讲。对迄个啥咱的师生讲，对咱的学生，对咱老师讲，对咱阿公阿嬷讲，你若安尼一直讲的时，形成即个台语的使用伫即个咱的社会即个氛围内底有必要的时阵，咱就愈来。其实阮做13档来这13档来，我已经真明显有看到咱的社会顶面，你会去听到，你有当坐车的时，你会听到人咧讲台湾话。是少年的，你会足欢喜的，我会足。我若伫路人若迄少年人咧叫讲你买一个啥，买一个啥，我来听伊讲台湾话我一定停咧。迄个物件我无欠用我就一定甲买。佮顺便还咪讲一寡话，讲一寡台湾话，讲一寡台湾话，我拢是安尼，这是咧甲伊鼓励，因为这物件。佮另外一个，若伫电话，咱定伫电话接到迄个银行啦，还是啥物保险公司啦，敲电话来甲你讲啥物啲啥物意外险啥物有诶无？我拢听伊讲2-3句呢，我就讲，歹势，你是咧讲啥？我拢听无呢。歹势，你是咧讲啥？我拢听无呢。伊就讲我就咧讲我先生，你是迄个阿伯，就听我阿伯你是听无？我嘿，我听无，请你讲用台湾话讲，话为着要做生意，就安尼拼死讲，讲，我就讲你讲足好，嘿，我知影，好，安尼保持联络你即种电话咱得保持联络，你若有迄个我大概详细大概听你讲，我一定爱伊安尼讲，我搁学落一个安尼
包括去便利商店吼，去买物件，伊若开喙，我拢开喙，拢一定也袂讲台湾话。所以我学生足侪人拢甲我讲，老师你拢袂晓，真正拢袂晓听华语哦，你拢讲无啊？我讲你想咧，讲，你拢毋知，你拢总听无？我讲是啊，我拢听无啊。啊，我讲，到尾你想咧，你想我听有无？吼对，我也讲吼。学个华语啊，足简单的来学，迄是足简单的语言。我你讲，我讲台湾话，你若学会晓吼，啥物语你拢学会晓。我你讲，逐项语拢你要学拢会真简单，这是真正哦。台湾话的迄个啥的音素吼是丰富，足丰富的。即个音你若发得好势，啊你改准吼，你会啊啦，你会相当吼，会相当真赞的吼啊。我拄仔看到迄个在座的下边一个吼，嘛足有名的老师吼，啊，这是有甲我我虽然细汉都拢学过，啊，总是呢，到尾也是一直想讲，因为台湾话这面迄个吼，啊，甲这个罗马拼音啊，这面拢总足久拢无，我有拄仔摆伫迄个路顶看到一个教师的讲习会吼，啊，我着。讲我来甲报名，吼，结果报名时啊，拄着啊，咱即摆在座的一个，迄时阵是台湾是足有名，甲即阵嘛个足有名的老师吼，都伊姓吴啦，吼，姓吴，啊，毋知咱捌哩无吼，伊一个秀丽老师，吼，吴秀丽老师，吼，啊伊，我着去上。我啊，去上去拄着伊。哦，我迄节课的，我迄期的课嘛，足出名伫咧中正国小吼，上了佫有表演咯，吼，佫有表演吼，佫有表演咧，迄个学期结束的时，佫有做表演吼，啊，在真，这物件，咱虽然咱在座有真侪啊，差不多啊，有像我这2年有诶，哈，像迄个就算有可能伫迄个啥，伫主日20嘛有学过，对毋对？总是迄个时阵，就已经开始在受吼，所以拢学一段时间尔。我迄阵我会记到我国民校的阶段时，迄个校学校拢开学几学校的主要的课程就是罗马字的教学，啊，大家就是一直甲你推，啊，一直甲你吼，互你安尼一直读，一直抄，一直练安尼。总是即摆迄个我拄仔讲过，即摆教学迄个教材啊，也加真丰富，啊，迄个。较重要是迄个教学的方法，吼，哎呀，已经有做一寡修正，吼，啊，通过以前啊，因即摆来投入遮个工会的工作人，有真大部分拢是有老师的迄个啥，迄种迄个底，吼，啊，老师伫教学啊，所以都毋是像以前敢若学校迄个教学内底讲啊，即个伊会晓，啊，就来啊安尼来教安尼，毋是，即摆拢有经过吼，迄个啊。经过迄个设计吼，啊来教，所以学习起来就会较紧，时间毋免用甲多吼，啊会较紧上手啊。那当然，这个上手这是真紧吼啊。了刷入去要安怎去深入去推散去进步的时，迄是咱爱个用功夫吼，咱爱用功夫。教会上年教会伫这个时阵，伫我这10几档来，我持续对3个5个一直教，到即马当已经有几百个吼，对不对？这是我感觉真欢喜、真感谢的代志。这表示毋是表示我教，是表示大家伫这个遮尔长的时间内底，一步一步咧做时，人已经有看到这个重要性。母语的使用，台湾话啊，伫咱的特别是咱的长老教会内底的使用，应该爱搁甲抢倒来，吼，应该爱搁甲扶起来，毋是当甲放下去。你若甲放下去是咱的囡仔，咱甲明年70岁、80岁的时阵，吼，70、80岁以后的时阵，咱后摆咧礼拜时，咱拢爱唱华语的歌，这是真奇怪的代志哦。华语的歌都互华语教会去唱啊，就是外省教会去唱就好啊。是安怎咱台湾教会，咱有遮水的诗歌，咱无要去唱，咱无要去吟，啊唱甲安尼，对毋对？所以这是咱的奇怪吼。咱在座有真侪是拢中级，万恁等去教会时，做伙来推塞这个代志。咱毋是要讲分别人毋好，还是安怎吼？咱是望通过咱的宣教师伫咱遮的。伫新人伊拢用台语伫教学
用台语伫做新学思考，伫教这囡仔，教这新学生，总是咱即摆新学生有真济，即个能力，即方面的能力是足薄弱的哦。包括新学生读伫学校读迄个新学期读毕业，要出来做团队，嘛还阁能力还阁无够哦。你若伫迄个迄个传教士的迄个语言考试时，你就知影哦。你若要甲互伊过时，佮感觉足对家己足袂当迄个。若无好过时，感觉我讲一个足紧的例。我顶年去第一摆去考试时，去做评审的时阵，一个生做足缘投，佮安尼足迄个真优秀的一个少年，佮住伫台南的来考试。我讲随当场，我来甲讲你后抓得过来，我这算足歹的哦我这老师我算歹，照你讲是袂当，但是我就甲讲我。请你后摆再过来考，迄个听者错一条，边仔的评审的老师阮一组拢3个嘛我就随甲讲因为伊两个搁安怎互伊悬伊两个要安怎放水啦讲准放水互伊较悬的较甜的我就互伊我就甲掠落，我就互伊袂过就对啦我就甲泡足低安尼袂过，因为这分数无可。迄个程度是绝对无可能去应付要徛讲台来用台湾话来讲述圣经，所以咱若小可，你若听到阮讲是，我甲伫阮开会评审开始，我讲我坚持，因为我看到伫教会内底看到真侪诶传教者，特别是未传播者拄先伊出来，才伫做迄个传教士，徛伫另外咧讲。一篇的道理讲，在逐个第一篇阮的第一场拢是华语拢是台语嘛是台语，总是拢是遐少年讲一步拢听无啦，伊拢用啥？伊敢无咧讲，伊拢徛伫顶岸也无停啦，也无跳接，拢总一直讲，伊拢用华语思想，用华语的语词的讲法，直接甲转做台湾话，互下边这。讲台湾话的人，听台湾人，听甲戆煞煞，安转来转去。我大概礼拜煞时，我头壳疼，我就头壳疼。我这语言的人都听甲头壳疼，何况下边遐有几摆，真正有几摆哦。我拢参加第一场礼拜，阮咧7点半第一场，有几摆礼拜煞时，虽有迄个教会的迄个长辈虽来甲我讲，甲我叫咧讲，单张了，我讲是安怎？安尼要哪会使？我讲是啥袂使？讲我拢听无，听甲安尼讲到讲安尼听咯，事实就听无所以我讲有影安尼真听了真无，都是伫遐个，为什么？伊就伫遐个，所以迄个啥，所要传达的迄个信息，无法度人深入去讲，所以你拢伫遐个，拢讲皮，伊要讲的话就几句尔嘛所以我甲迄个传教士讲，你迄个啥，后一期再来，后一摆再来考。我讲你是倒位？你来台北，请你对后礼拜开始来找我。我包括你，我有若袂甲你放水，但是我一定。包括你你一定真紧就会互你通过你就一定通过这个考试。伊讲我伫台南咧，对了，我伫台南。我讲台南佫愈简单。我讲你伫台南佫学袂晓讲台湾话，你应该佫愈爱拍下窗台南人袂晓讲，佫伫台南迄个所在浸里迄个所在佫袂晓讲台。我讲你台南去找啥物人？去找迄个牛长老，去找啥物人？无就去是人，伊足侪资源，结果4、5个月后。迄个，一摆谁拄着呢？伊谁拄着我？伊就第2摆要过来考试第2摆拄着我时，迄个考试其实，若我来讲，到我即阵我佫无人接受考试是种考法啦。迄差不多下等讲明白，就是拢甲你公布题目嘛。你遐若考袂过我跟你讲，迄若无考95分若要照安尼公布题目我来讲，若无考95分是无通过啦。是安怎对毋对？拢讲题目拢公告佮准备汉济规半年拢袂使，所以我就随家讲，来，伊就随来讲，陈长老我过来，我讲好，真好。你安怎准备来讲？就点，我讲来摕来，伊要考试迄个圣经就摕过来，我就随。
来你读我听看卖哈，我著后壁甲显一下啊，来你读这段。伊讲无，我毋是考车，我讲你无要紧，你做你读车我听。读了会迄说，读到好势溜溜。我搁讲哦，安尼足够诶，我进步足多。我搁一个撇一个显，我安尼前后都显3位，拢毋是要考试诶所在，因为我著凊彩甲显3位，拢读到好势溜溜。我讲你今仔一定通过啦，一定赞诶啦。啊未考我讲你今仔一定过啦，事实有影，搁考甲足好就过啊，就足快。前后才几个月，3、4个月了。所以我咧讲吼，咱若要好好学习，咱毋是干那会晓讲尔，包括咱的执事啊，伫书会啊，通过这物件，你会当学习，爱当真好势，爱人来讲哦，吼，真好安尼吼。啊，所以我第一日，咱今仔日咧迄个吼，我小介绍者，咱要上用的课，当然我拄有讲过，咱的啊课本有足济，啊总是咧嘿对，总是互我一个好冇？借我一个，咱迄个啊，咱的。谢谢，多谢。咱有足济吼，啊，迄个足济课本教材，啊，当然，即本我是用了较熟吼，即本咱会用即本吼，咱会用即本，啊，咱在座有真侪，咱即本拄有即套拄2本吼，啊，咱初级班咧，咱就是对黄的即本开始读，啊，迄个啊。较顶啊，佮刷入去，咱就用即本，因为即本已经读完吼。啊，当然即本含即本相差，拢类似，就是拢这物件是，这是一直佮深入去安尼吼。啊，通过这以外，吼啊，咱佮会有其他的教材，吼，其他的教材。啊，这个是一个啊。这本册是一个有哪啊，第一本的工作者吼是啊，陈树忠吼啊，陈树忠老师哈，伊所做的吼，伊所甲嘛毋是做啦，伊是甲整理甲编做伙啦，这话都拢也毋是伊这甲编做伙的一个物件。啊，我有喏当初伫做这的时，我喏啊小可参与淡薄工作吼，所以较熟，所以我拢习惯。拢会介绍一本，啊，当然咱这若会晓是，咱要去看其他册，都拢足简单的啊。这是一本基础的入门尔，所以这本咱在座什么人，什么人也无会举手，拢差不多无嘛吼，无较顶来登记。啊，我先迄个，我今仔有先要教初步的头一面遐吼。登记我后礼拜吼，才叫因册送过来，统一来买吼，会较俗一数啊吼，啊统一来买吼，较俗一数啊嘛较贵气啊，大家拢总有。后礼拜开始，咱就后摆上课，咱就规个对这拢总开始。啊，今仔要开始就是先 copy 一份，一个面吼，咱先来教啊，迄个台语，迄个罗马拼音真重要的一个部分，吼，真重要的部分。啊，这个差不多教3、4，差不多3摆就拢 OK 啊。那像咱这聪明，我伫学是拢教差不多3、4摆，吼，啊，都拢学习，啊，互因识安尼。但学校囡仔，咱即摆拢随发出音，啊，因就随会当写出来，吼，这是真迄个吼，好无？啊，咱甲即个迄个班长，你当去甲甲先个本落好毋好？迄个拢本落啊，吼，拢有第一页，拢有第一页吼，对毋对吼？啊。咱先来介绍吼，真简单的一个迄个。当然，这本册已经10几档啊吼，啊内底有咱伫几礼拜咧进行内底有一寡啊，有小可有诶毋对诶所在，咱拢有一定拿咧甲校正，总是就是。咱这课内底咱较重要就是你看迄个认识啊，迄个罗马，迄个啥，迄个教会罗马字啊，我有讲过，这就是拢对教会来，吼，对教会这个系统来，吼，啊，所以咱即摆教会系统即摆，所以伫这个民间，特别是教会以外，即个工作者，即个电影，即个啊，第二本的工作者有足侪高人，吼，就一直甲变来变去，就讲啊，即个袂使安尼，迄个减，迄个服务安怎，啊，就因为安尼关系变做足侪种派。所以咱的罗马字，我是尽量袂去受污染吼，因为我从细我就感觉，现在这个已经伫这个啊，伫这个历史顶面已经有安尼几百年的物件啊，足侪文献伫咧啊，我也免得去学习迄个，有诶吼，甚至甲改革吼，有一个老人吼，有一个老诶吼，个老一辈吼，我出面的甲这改革吼，改革咱像迄个，咱咧讲迄个啥？你著看下都咱像迄，毋是咱地球人咧用诶，吼，伊写迄个字吼，啊，
逐摆若拄着我迄阵做迄个台湾母语教学会理事长的时，阮直直办即个演习会，办即上课会，逐摆拢灌一个迄个茶啊吼，伊是足甘心的啦，灌一个茶啊，就安尼内底足侪资料，拢是伊写的即种伊写的册，就搁写，就搁摕迄个啥，就拢 copy 迄个啥，迄种迄个奖状啦吼，即奖状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迄阵迄边颁互伊的，讲拢是迄边颁互伊的，拢写迄个简体字，拢写伊是啥物专家啦，啥物会安尼的人啦吼。我讲好，专家先拜，我甲你行一个礼吼。不过即个阮即班的也毋是迄个吼，毋是咧上即课的吼，所以请你即物件拢毋通甲我分互别人吼。你若袂，你着去楼骹遐，也是迄路迄个路迄个所在，你莫来阮的教室吼，来遐咧分即物件吼。甲阮即学生安尼，愈到尾因会毋知影到底是啥物货吼，因为要学习是即物件到尾总是迄个当然。迄是一个足大的，迄是一个真趣味的啦。总是无够，伊迄当然无法度真做伫即个台面上含人大家有迄个无法度通含人讲啦。总是咧有真侪有一个通用，有一个台湾，有一个互恁拢互恁知影，恁就会听到吼通用拼音。你若听到通用拼音，你就感觉讲，通用拼音听得敢若真好吼，通用因好着一个足好的名啦吼，通用拼音。伊即个通用拼音迄个上顶外迄个，就是伊嘛是学咱的用咱的，不管什么通用拼音，拢总是用咱的罗马字去做主，去甲人改一个迄，甲人改一个字吼，对不对？所以拢无理想的吼。老实讲，台湾。教会罗马字其实行到即阵来，有几来摆的研改，总是迄个是拢学术的迄个，就在甲即嘛到尾吼，伫迄个2006吼，2006吼，应该2006迄个时阵，咱教会一个牧师吼，是原住民的牧师，叫做董春发，迄个吼。童春花吼，伊即摆是伫迄个华人迄边伫迄个原住民什物迄个吼，伊是咱的国推会的主委吼好安尼几十年来，大家安尼弄来弄去讲爱用伊派，爱用即派拖罗巴有啥物拖罗巴迄拢讲会当就是佫上大迄个就是大概就是即个，所以阮即阵咧讲，所以恁知影吼，即伊的问题伫对待咱迄个，若咧上课时，咱就会讲着。不过先互恁知影一个真台语界正确的台语教学的即个台语文系数啥的阮真拢总讲通用变做啥？毋通用。所以互咱小先了解一个即个咱毋通去读出迄个花啦对不对？所以我拢知迄就毋免去用即个物件，咱就通用。你若听到讲通用系统的，你就莫去甲插，你就免了。教会罗马字含咱即摆教育体制内底推塞的有小可无共款。所以迄个小可无共款，是迄个字的书写小可改几字啊尔所以咱即个课程用台湾用迄个啥，用迄个教会罗马字做主来教，用迄个啥，包括兼教迄个啥台湾罗马字，所以迄个咱迄个标题写台湾罗马字是用真侪，即摆着教育体制拢总用即个词，用即个，因为讲莫用教会啦，莫用教会，安尼教会互人感觉讲，这是恁教会咧用的，对不对？所以即摆改做台湾罗马字，叫做台罗，对不对？都苗改苗重新设定所以咱就过来
甲伊迄个有一寡字的迄个啥符号，咱甲小用者，敢若几个遐符号，这拢会伫咱即个课程内底一并介绍。所以咱通过这物件吼，咱会当做伙来做伙来学习，做伙互毋管咱的罗马字，因为咱罗马字的文献即摆是足济比即个所以大陆即摆是也好，你这敢若几字啊，我来教你，恁就知影吼，足简单的吼。咱两项拢甲学会晓，咱拢会当去考试，咱拢会当去检定。5月初七吼，每年的春季到秋季吼。拢有台南成功大学的语言中心，拢有办即个台语测的检定，顶年咱在座咱的囡仔内底吼，咱的囡仔，咱即班你看，咱即班有迄个啥，有国小的学生，咱虽然是无讲年龄限制，总是呢，大部分来拢是迄个成人嘛吼，总是咱真趣味，咱即班内底有几来个国小的学生。阁有国中的学生，这拢是学校的选手啦，迄个这国小学生伫顶一届11月的迄个啥，城大比赛吼，毋是比赛，城大迄个全国分中迄个北中南3个区的考生所考出来的成绩迄个优胜的，佮集中去迄个啥，去台南城大，佮做最上尾一摆迄个总决赛吼。国中小，就是你就知影有国中的嘛吼，有小学的，咱的囡仔，即两个拢总是小学的，伫台北这边，接到通知讲，恁即摆伫即摆考试来全国内底，恁算做前12名的啦，全国内底前12名，就。爱搁去南部比赛，去南部比赛时，去到伊时才发现讲，敢若因两个是国小的，其他拢总是国中的。伊讲，所以迄个主办单位确定讲，恁咧，陈老师你无简单的，恁遐囡仔台北讲台北囡仔系啊对吧？台北囡仔对不对？去个，结果伫迄个前12名内底，听过。有两个无去报道，所以就变10个去10个比赛，10个比赛是一个摕第2名，一个摕第3名。我讲你敢知影？因是国小学生，而且是中年级的，都4年学生呢，所以相当好啦，所以伫网络顶悬，足侪人咧学到因即两个囡仔，即两个囡仔伫咱的中间，咱后摆。有趣味是咱的请伊个表现着，即两个仔就伫后壁遐啦。来，徛开互恁看者来。真济，所以咱的有一辈其实拢会表现拢真好因包括演剧演迄个台语的迄个即个创作的剧拢会真好。今年5月。已经开始咧报名中间今年的迄个5月初3上，5月5月初2拜六，拢利用拜六的时间迄个成功大学的迄个春季的报名，已经对昨自己开始咧报名，已经做2-3日咧报名中。我望大家，咱后一摆时，咱先放即个准备啦因迄有6金嘛咱就先去考看卖咱先对。即摆到5月还佫一段时间，咱就差不多学甲会当去试看卖考迄个体验级的去考看咱差不多考什么程度安尼这礼拜会当先报名迄个报名迄个资料我望会当伫后礼拜就会当互恁看，是恁家己会当上网，恁家己会当上网去看咱即系列的课拢会有针对这物件通过再来做伙来用安尼好吗？好，来，咱即摆来看来迄个，咱即摆倒转来讲，咱今仔总是迄个今仔来上第一节课拢毋知讲罗马拼音是安怎对不对咱今仔界定的是台湾话，台湾话毋是河洛话。嘛毋是闽南语所以请你莫讲我咧闽南语啦，什么话毋是，是台湾话闽南语闽南语来咱台湾话讲你会听无啦因闽南来即个台湾的语言台湾的语言，请咱甲界定我说，台湾的语言就包括华语咱无要讲国语讲华语迄个
台湾话，搁啥原住民的族语，原住民有10几个吼，对不对？搁来即摆有啥客语、客话，吼，对不对？吼安尼，即摆搁较过时。佮较过时吼，咱即摆有真侪迄个外籍的新娘吼，因遮人一直来，阮即摆伫校内底拢差不多1/4是迄个外籍新娘生的囡仔，吼，我嘛甲因鼓励，你爱甲台湾来学好，等于教妈妈，吼，你茫袂记吼学妈妈含阿嬷的话，吼，你通若转去迄个越南的时，也是转去印尼的时，会当含吼，迄个阿嬷啊，也是迄个阿公会当讲话。本来语言就是安尼嘛，怎么咱会使讲家己的这物件，甲别人的当讲阿妹爱直教家己的，对不对？迄是袂使啊，吼，对不对？所以这是这个观念，咱爱建立起来。吼，所以嘛免讲人拢袂使讲什么话啦。但是我若听阮的台语老师，我若听阮的台语老师，我若听你讲一句的时，我阁会挡会掉。你若甲我讲2句、3句的时，我就讲你啊。我就开喙甲伊讲啊。特别是我这个安尼，我若开喙的时有当安歹歹吼。我伫校时人拢足算作对我较尊重啦吼，较尊重吼。我若点，我通常拢点，我若开喙啊，因大家拢差不多会听。我讲你做老师。你教台湾话的老师，你开出业税拢用华语，你用华语税，你是要去教台湾话，所以你得要教互囡仔，海准你不要讲华语，安尼就成功啦。吼，我讲吼，所以阮遐查某，特别是查某老师哦，第语言的特别是查某老师足奇怪，伊毋知讲你是惊讲你一直讲台湾话，互感觉讲你介无水准上，足济哦。伫语言的研究内底，女性哦是拢徛伫迄个啥，拢会随波哈。这边的较强势，就学这边哈。所以你啦，咱若伫外口听吼，颠倒听较侪查甫人咧讲台湾话。你若甲听，遐咧甲阿孙讲吃饱饱不要跑，遐拢是查某的，拢是阿嬷。伫语言的迄个，所以咱爱需要调整这个物件，爱有自信。台湾对不对？咱若有这自信时，咱就袂感觉迄个啥，咱就袂感觉迄个即摆坐伫总统府行袂出来迄个吼，讲迄个足缘投的啦。我为着即个吼，我为着即个含阮的老师小奖，迄个老师我甲奖一下吼，当叫伊讲，陈老师都毋是即种，都毋是讲话遮受气人，那。讲到这个太神，伊甲我讲：“哎呀，老师你唔知啦，你不知道啦，迄足缘投的呢。迄唔到迄个帝王上，我讲你上好是安尼哦。我讲你无看到徛伫头前的陈老师，我吼，我敢会比较无缘投。伊吼，伊听一下吼，总讲伊你知影，是啦，无人较少人安尼讲比什么人较缘投，对不对？吼。”我讲你真正吼做一个台湾的女性，我著伫食饭啊，阮伫咧食饭，阮拢伫阮的老师休息室咧食饭。做一个台湾的女性，你用这种思维，你要安怎去教台湾话？你要安怎去教台湾的意识？怎么你选举是选缘投的？迄个外缘投，敢会比我较缘投？哇！这句是尾啊，激着讲出来啦。我嘛知影我比伊较缘投的对答，比伊较歹伫对答吼角度，我嘛知。对我讲，恁吼真正吼，安尼即种教学吼，真正是真无理想吼。我讲吼，我问你吼，思想悄悄好势，安尼得来教。所以台语伫学校即个领域内底、教学内底，其实是当重建咱台湾人的，重建咱台湾的自信。我若看到这囡仔吼，安尼下课了，你含我讲台湾话，伫讲个好，我就感觉足欢喜。真正我就感觉足欢喜，就感觉讲，我的工课做到这段一直来，特别会使搁几年后会当退休的时阵，我做到这段是我感觉心真欢喜的工课。虽然你有足侪物件拢爱学习，大家做伙学习，总是呢，我就知影我做这个代志是正确的。我呼吁大家吼做伙来参与安尼吼，好无吼？好，这语言的物件就是到这吼，咱阁有10分钟的时间吼，咱阁有10分钟的时间，咱就来咱即摆拢要照时间来休困吼。10分钟啦，
利用这10分钟，咱就来教这个台语，要发音会真重要这物件吼。伊这个罗马拼音内底伊有一个结构吼，也是真简单吼。伊有两个结构，就是啥？就是母音。伊的结构就是安尼吼，有一个母音，这母音先写，就是知影这是真重要的哦吼。母音真重要吼。有一个是啥？注音。安尼甲做起来，简单有母音的时，咱注意听哈。简单有母音的时，会当单独存在，就是讲有一个妈妈吼。无爸爸 OK 的啦，吼，无囝嘛无要紧啦，吼，对不对？有一个女，吼，咱话讲这个母体，这个女的吼，是 OK 会当单独存在。那干那这个会使单独存在无？干那注音袂使存在，袂使单独存在，吼，这个袂使单独存在，这个会 OK 会当单独存在，吼，咱先学习这个，吼，去这结构，伊就是安尼来组成，领，吼。那这个母音有几字？母音有足少字，足简单，比英语更较少吼。所以特别有个英语的迄个吼，即摆含即个即个英语的学习吼。我有教过一个迄个拄对外国转来的囡仔，伊都学期中插班入来，看阮大家拢足好势，伊第一节课真正硬毋知要安怎去参与，安怎去进入。我到要下课时，我就讲来，老师甲你讲，你英语拢总无问题，对不对？来你。我就叫伊莫看迄个，我讲叫伊拢看罗马拼音。你著看即个迄个课本内底顶悬吼，迄罗马拼音的注法，你著照你的。我著讲，你著照你的英语的读法，英语的发音的方法来甲发音，要差偌济啦吼，90几，将近吼，特别吼，90几%啦吼，对无？你要差偌济，伊著照我安尼讲哦，我著搁开始继续上。上了是下课时，下课前我讲来，老师，你读一摆，互老师听好未？读甲真好势，都 OK， 读甲真好势哦，吼，都真好势。所以这拼音，你若讲啊拼音，所以迄个我要求咱的同学，咱前迄阵咧开3、5个，安尼讲10个的时阵，会真侪迄个学生就讲，足歹学，拢学袂足歹学。我讲你就是无认真上课啦，你也无照常，这个重要是无逐节拢来上课，所以我望咱大家伫头啊，咱来上课较中道，这物较过吼，这物件拢介绍完了后的是，你知影安怎去用是，你若有啥物代志，有啥物导合，会当小可休困一摆，也是较慢煞来无要紧，总是即几礼拜，请你拢务必，拢一定爱安那准时一定爱来上课。你万记，即礼拜无来上课，即礼拜上课陈老师讲，遮简单的几字尔，好，后礼拜莫来上跳一摆，你会对袂着，吼。到时我若为着你，就爱搁对头搁学一摆，吼，拄学来学去，安尼到时对学习无好，所以望咱大家较坚持连续吼，第一个月内底吼4、5摆。拢总逐摆拢来上课，甲遮先甲学好势。你若4、5摆来时，咱就差不多甲遮罗马拼音的用法，吼，伊拼音的方式，爱注意，拢总已经有完成交代。了，咱就开始来做练习，安尼吼，好不好？来，母音有啥？咱开始哦，咱看卖来。来。E U A O 吼，对不对？吼，对，E U A O， 咱会较济对，来个一摆来E U A O， 对，这较咱拄开始学时，有当下拢会互迄个英语小咱即摆先甲英语放一边，虽然这含英语的发音有真真强，总是呢，迄个发音咱来看卖，这个是我即摆开始要用无共款的，咱都有讲到一个台罗拼音，对不对？台罗拼音就是咱的7月时还是8月时休热时，咱会有一个教育部会对迄个这个民间还是对全国来
考试来迄个，互这人迄个认证考试，就是台语检定吼，台语这是教育部办的吼，台检吼，所以台检这物件咱得爱用这个啥？因为教育部，所以咱就用什么教育部体制咧推的，推在这边。这个学该做安尼，好，所以所以咱拢甲注明者，这就是台罗哈，就是台罗哈。所以咱两项拢学袂晓。来，咱学即几字哈，咱这字拢个读会晓，真熟安尼会晓读哈。来，咱念这读了会熟时，咱就准备要休困啦吼。咱今仔先读遮，恁等下是工作，你嘛讲过，这是 A 吼对不对？咱的迄个英语的啥？英语的迄个母音嘛是啥？什么 ？A E I O U， 迄是英语的发音嘛吼。台语的读过 A 是啥 ？R E U A O， 咱会晓日语的，咱中间一定知道，而且日语嘛是 R E U。所以你看语言这音其实就是这样念嘛，所以咱整合综合好势者吼，咱后摆要学其他语言会足简单。你讲我迄个日本囡仔学生甲即阵含我 Skype 拢是讲台湾话呢，拢拍拢朋友，拢讲台湾话来，即摆来 R E U A O， 对 ，R E U A O， 这就是母音。这就是母音，拢是伫后壁即部分的，对不对？这拢是伫即部分的。佮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做啥？迄个顺续介绍吼，顺续介绍就是迄个啥？就是迄个伫迄个语言的学习内底是讲迄个叫做生化韵母吼，声化的咱就这个就是这是啥？这个佮称作韵母。嘛有讲做元音，对不对？有足侪种的讲法吼，这种伫迄个语言，这是称作声母、声母，这是称作声母，嘛称作主音，这种无共款的描述，但是是咧讲共款吼。我咧讲各有三字，这三字都爱注意，这个三字就是爱注意，这个三字伫迄个教学的顶面，若无好势，是伫学习顶面，若无特别注意的是，会火气吼，对不对？但是来就是这三字吼，这三字若是母音的时阵，的读法就是读做来个一摆你咧读听到迄个，这个是这是一个啥？的是音，喙是安怎？合顿。这个咱个介绍一个台语的特色音，就是合顿音哦。台语合顿音，你若有掌握好势时，你就会讲话就感觉真好势。你若无时，就像个下海敢若唠安尼吼，对不对吼？对不对？咱这个合顿音爱注意，这个和台语特色音的合顿音，华语特色音是啥？根字音，根字吼，迄个卷舌吼，对不对？根字咱的语言的迄个啥？语言的迄个啥？特色音，你若无掌握好势时，你讲的就是拢无准的啦，都无准的比如讲，我念一个，咱大家听个卖吼，囡仔兄好男沙淡淡，伊念沙淡淡都唔对这就是沙淡淡真正惨，淡水站食鱼丸，汤烧爱食嘛着芳。盐济汤咸配金柑，这个你若无掌握好势，就囡仔有话不要讲的，囡仔兄好咱沙淡淡，真正惨有无？淡水站有无？
你若讲，你要去倒位？你伫对站落车讲，我要去淡水，我要去淡水站落，我伫淡水站落，迄就是袂晓合顿音，迄就是华语学华语讲华语啦。因为华语无即合顿音，所以注意听啊，咱掌握即个物件啊，咱伫今仔的即个第一节结束的时，我特别甲咱注意吼，咱伫去即个母音会晓了，即三字是声化的韵母。生化韵母生化韵母，来，咱搁读者咱再来，甲即个囡仔兄，互咱用2分钟，咱甲念模式后礼拜咱大家试看觅来，一五A O， 好，目睭开咧，好来，好。来，对我念一个，即个迄个合顿音的练习的迄个吼，即阮写起来伫训练学生吼，伫教的单元互因对合顿音会真会去体会出来。来，囡仔兄，好好人，三担担，真正惨。淡水站，食鱼丸，汤烧爱食嘛着芳，盐济汤咸配金柑，来，这个就是喙的配金柑吼，这就是喙的合的这，咱这物件配金柑。问题来，金柑就是我细的时阵即汤柑，柑汤啊柑啊，迄种做金柑吼，这是有一个阮作为伫教学有一个即个曾万寿教授就是迄个师大台文所的所长的太太谢碧合老师我迄阵做咧上课时拢伫学咧教册，伊讲。金钱，我感觉咱即个我有趣味，我有用，我来写。写来读看觅，读了真好。我讲这真好，来用这个对迄搭开始，我就拢甲印出来吼。伫教学内底讲，以前拢总印学生啦即摆拢总无用念的，因为几字念咱这物件，咱来安尼学习。好，咱今仔第一摆上课上到遮。